了是本届环球看4月10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年3月初，台南市率团到日本参加东京食品展览，其中不到1个月，已经有加工业者摕下第一笔的外销订单。相互伫各界贵宾的见证，正式将往来等冷冻水果外销日本，数量达到8.5吨。市府表示，陆续台南冷冻的农产品外销，预估也有300吨要进军海外市场。3月东京食品展览以后，这款冷冻加工往来等产品已经成功通过上严格日本机关，包括果泥、果汁等产品摕下第一笔8.5吨的青果订单。10号伫市场黄伊贴甲侪贵宾的见证，身体外销日本的第一卡货柜吉祥祝连绳来祈福，向前一路顺风。据了解，这嘛是中央地方合作，并台南农产品外销，开拓多元通路、分散市场行动的一大步。谢谢我们玉野牧场这几年来一直跟我们合作的是，这样不管是现在的凤梨。之前的凤梨世家，包括我们的文旦柚，包括我们的芭乐，都一直协助政府把这样这个加工品能够做得更完美，能够做得更有市场的一个通路。那这样子的话，不仅是国内市场可以建立，有国外市场可以开拓更多的这个多元的通路哈。这个是谢谢我们的立园牧场。今天出口的是果丁跟果泥，哦，所以说那对于鲜果来讲，就是更多的鲜果的这个制作，那接下来还有好几柜哦，包括我们日本的通路商也要来台湾，在月底的时候也要来台湾来看我们的这个加工厂，那他们也要下订单，然后目前的订单至少有，我们保守一点的讲六柜就好了哈，那至少有6柜，好，那接下来还有更多的这个出口。当年有机会取得这笔日本的订单，也是归功业者加工冷冻的技术，和青果风味无变，可以当保存足久。我想，日本是一个全世界数1数2讲究品质的国度。我们本公司通过 HACCP ISO 2002食品安全双重认证，我们耗资了千万，我们采用那个液态氮超低温的冷冻，可以达到-192度。让我们冷冻后的果品尝起来有如新鲜的水果一样。在打通了日本这个市场以后，我想全世界其他的市场也就不是问题了。市府乱叫保守预估，后续日本通路商要落订的至少也有6个货柜，期待政府加民间的共同合作，将台湾客行迈向全球。台湾启航，迈向全球。台湾新闻军级何秋芳采访报道。台湾平均一天有超过3000个体重过重患者来接受减重手术，其中台南市安南病院伫去年所完成的内脏异位减重手术，也是患者的内脏位置甲一般人拢是倒并，相当的罕见。所以该手术发表伫国际外科期刊，引起注目，嘛借此向世界分享特殊减重的经验。这名37岁韩小姐，因为当年有体重过重的问题，加上伫有第2胎的时，更加被诊断出有妊娠糖尿病，一直到生产过后，转为第2型的糖尿病，体重一路飙升到104公斤。后来透过亲情的推荐，找上安南病院做减重代谢的手术。早上量血糖的时候也都血糖值都还蛮高的，然后体重就一直往上飙。再即使我做了168断食，我在运动，我的体重都没有特别往下降。那因为刚刚好我阿姨也是因为糖尿的问题，然后她必须打胰岛素。那因为她觉得她有年纪，不想让胰岛素控制她的老年生活，所以她就找到了黄院长，然后请黄院长帮她开刀。然后后面呢，她就是之后她就是糖尿都控制得非常好，不用打胰岛素。然后所以我就请我阿姨有这个经验，所以我就赶快来找黄院长，请他来帮忙我这样子。虽然韩小姐伫进前的成人健检拢无被发现有胀气异味，一直到要做所谓矿场的减重手术，才发现伊的鼻、
胃甲十二指肠是甲一般的人倒病的位置，因此更加造成手术上的困难。韩小姐是个内脏异位侧肌症的病人哦，简单的说就是她的肚子的内脏是跟别人相反的哦，所以她的脾胃跟十二指肠都是相反方向。那她这一次做的手术叫缩胃旷肠手术，也是一个标准的减重手术。那她手术因为胃跟脾跟别人方向不同，所以对于我们手术的医生是比较大一个挑战，因为它就刚好相反。所以原来我们习惯的右手做手术。腹腔镜手术的方式就全部要反过来做，所以本来我站在病人的右手边做手术，他的状况我们就要站在病人左手边做手术。本来用右手去做执行的一些动作，就用左手去做执行动作，这是他比较特殊的状况。那这种病人其实在手术前就要做好准备，然后就是因为他手术前我们就已经。从超音波跟 X 光上面就知道它其实有内脏异位的现象，所以在手术前我们就请团队做好准备，然后手术中大概比正常的病人没有内脏异位的病人，大概手术多了1个小时的时间。不过他手术后恢复还是相当不错，体重的下降非常好。透过安南病院国际代谢形态中心，在手术前的准备甲团队的合作，完成全球罕见的脏器异位缩胃旷肠的手术。虽然脏器异位侧肌症发生率大约是1/2000，在世界纪录做过检动的无到5例。你脏器异位侧肌症做缩胃旷肠，有可能是头一例。因此，病院嘛在今年初向着国际肥胖外科的期刊来投稿，并且在3月8号得到及时的刊登，向世界分享台湾减重手术的技术。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全球首例的这个手术。创立到今已经99档的台南第3信用合作社，为了庆祝准备8年，特别发起一系列公益活动。在日前结合西主会举办关会以外，4月8号一透早经号召员工扫街，让游客体验府城的文化以外，嘛感受到清气的环境。台南三圣创立伫1924年，至今已经有99档。长期以来，清境地方深受乡亲支持。目前伫台南三圣主席王定国的带领之下，营收有翻倍成长。面对即种到来百岁生日，台南三圣特别发起一系列公益活动来回馈乡里。三圣长久以来都接受台南乡亲的帮助然后日渐茁壮。有幸能够传承100年这是在台南来说算是一个蛮有历史的金融机构那我们希望延续这个美好的传统，继续发扬下去那我们借由这次的活动，就是做牧里的一些进阶的活动来回馈给乡亲爱心99牧林进阶活动，除了有三圣全体员工的参与，现场嘛来了真侪明代。有立委陈廷辉、市员陈怡晶、李启维、蔡宗和，以及前议员蔡宏全，也拢做伙加入扫街行列。谢谢我们三信，台南三信能够汇集那么多的员工，由我们的副总做号召，来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抛砖引玉，然后带头的那个作用。那也希望过去大家都是去海滩净滩，但是他们别出心格，来到我们的街区。谢谢我们台南三信柯副总率领所有的员工发起这么有意义的活动那也很多议员朋友还有挺非委员大家一起来参与那我们希望说大家一起共襄盛举让我们的城市更美好更干净。我们这样子一起来共襄盛举也呼吁享誉这样子城市街景街道这样共同我们来重视打扫。这天是府中商圈，府中商圈就刚好经历了5天的连假活动，所以非常多的人潮。那我相信有人潮，一定带来很多的观光，那可能也会有伴随一些可能小垃圾。那真的很感谢我们的台南三信发挥了社会企业关怀的责任。我之前我也带领志工队在公园摒扫120档让公这个跟着这块土地踏过，在摒扫的过程可以感受到这块土地的温暖跟情感。那也呼吁大家一起来响应这么有意义的活动。副总柯志坚表示，一直以来台南三圣甲市民乡亲紧密结合，而且三圣有别一般的银行，
就参像是好厝边同款，为民众提供上完善服务。而明年就是三成成立100周年，也是台南400档的日子。三成将会规划一系列庆祝活动，甲市民大众做伙迎接这场100年盛事的到来。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今年拄好是毕卡索过身50周年，但市文化局为了纪念伊对着艺术发展的贡献，所以特别举办纪念展览。其中教授张惠华、马大峰分享个人的收藏，让民众感受毕卡索的潜力，也让展览成为真好的国际艺文交流。毕卡索去世50周年纪念展览伫台南市立图书馆新总馆新大展开，行政院长陈建仁、台南市长黄伟提等人拢到场参观。本次展览的作品全部拢是张惠华教授的个人收藏，总共高达90件。这是一个收藏分享展。我喜欢收，但是我不赞成藏，因为艺术是属于大家的。谢谢张教授能够把这个藏了这么久的毕卡索的许多作品，能够让我们台南何其有幸可以看得到。那这里面有少数几幅是复制品的，得到毕卡索家族的同意授权，所以复制品有授权，真迹就是张老师的。展览以用生的斗牛士为主题，向毕卡索的技术精神来致敬。展区分为1楼以及6楼，6楼分为4大主题来介绍毕卡索无同时期的创作。来到1楼展区是介绍毕卡索上为知名的3大作品，其中以这把格尔尼卡，和行政院长陈建仁印象深刻。格尔尼卡这是86年前有一个震惊世人的这个战争，在这个战争当中。皮卡索怎么样去就战争的这个感受来画出一幅画？我们仿佛可以在画中看到那个惊叫的声音、啼哭的声音，而且我们会感到悲哀。那从这里也更深层的让我们去知道说，追求和平，不要战争是这么的重要。毕卡索的画作唔哪向民众传达特别意义，连展出的地点也非常特别。跳脱以往展览一个伫咧美术馆，收藏家更希望将作品放伫甲民众上亲近的图书馆，希望让大家更加了解到毕卡索。展览为今日开始展出到5月14号，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把握着机会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杨淑怀采访报道。因为南部持续拢无落雨，台南的水情已经呈现减量降水的灯号，所以行政院长陈建仁特别南下台南关心安平的再生水厂，会中对来肯定市府团队超前部署的建设。依照目前闸门水库的水量，嘛认为到6月拢免伤过烦恼。因为南部持续无落雨，所以行政院长陈建仁特别来台南看安平再生水厂，除了期待扩充的降水量会当对今年4月底每一天1万吨增加为2万吨，卖持续开辟新的水资源来稳定降水。会中院长就特别肯定台南超前部署的行动力。在我们勘探的这一个努力上我们透过了前瞻建设做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建设以后呢，即使碰到了100年大旱或者101年的大旱，我们都能够有很好的因应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要再强调，我们大家还是要多省水我们来多找水然后呢，我们来多调水。工业用水跟这个高阶的制成用水的水权交换，那比照这个模式的话，那当然就可以第一个，我们的回收水的使用的用途更广。第二个我们的高阶的制成用水，它的水源不予匮乏，那这样子的话是双赢面对全球气候变迁的欠水危机，台南陆续地影响安平兴建再生水厂，也是稳定南科等高科技产业的一项重大建设。至民众所关心的目前抽水量以及减的限水。水事表示，到6月拢免伤过烦恼。我们透过多省水、多找水、多调水，来提升我们的抗旱韧性。第二个部分，我们对于台南市未来的发展，因应气候变迁，我们采用多元供水的方式，
除了水库水、再生水、区域调度的水资源，还有包括海淡厂，也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当年中央甲地方除了有管控水库的脱水量、水资源再利用、定稳定南部供水的计划以外，嘛呼吁大家爱对生活当中省水，拢是环境永续发展的重要一环。台湾新闻军籍何秋芳采访报道。人讲天作自作者，当咱努力开发水资源的同时，盐矿凌霄宝殿武良局嘛举办祈福法会，邀请官员、民代甲地方做伙祈求，希望早一天会当解决欠水的危机。2冬前，南部地区因为雨量不足，水库欠水真严重。盐矿凌霄宝殿武良局伫当时民国110年4月。就曾经举办祈福大法会，为天地重新求福。神奇的是，当天法会一结束，当暗7点左右，伫盐矿地区就落下大雨，后被少人感觉到神威显赫，成为话题。有感今年同款嘛欠水，庙方百里特别举办天降甘霖祈福大法会，向上苍祈求落下甘霖。咱献福上帝，就是有这种显化会当咱大干旱啦，伊迄种公元1412年，伊就是这种咱讲的宗教起义的传承，所以咱庙方啊特别啊，介欣赏这个民国110年114年4月18号，咱同款，而且伫咱庙举行这个天降甘霖的祈，到迄个暗7点啊，真正淡薄水吼，落水落大。啊，所以今年啊，新道啊，我一再指令啊，讲一定爱赶紧办一场，所以今日啊，但是咱风调雨顺太。天降甘霖祈福大法会，庙方特别邀请民政局长蒋灵煌、台南市警察局副局长戴崇贤、立委陈廷辉、市员余柱清、吴宇环、陈秋红、周家伟。以及真侪地方士绅甲乡亲做伙参与法会，共同祈愿，毋望早日落雨，解除旱象。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除了欠水，全国各地火库安全库存量嘛拢无够，所以台湾树地目标甲台南市爱在台南教育关怀协会联合举办关会，也特别准备了纪念衫、文创的商品甲礼券等等好礼，来鼓励民众踊跃关怀。台南市爱在台南教育关怀协会理事长吴国珍表示，这次公益关怀活动特别结合台湾树店目标以及爱在台南教育关怀协会理干事、会务顾问甲宜德家国际地产事业合作举办，共同展现爱无所不在，心与您同在。希望借由举办关怀活动，会当唤起社会大众拥有关怀的情。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台湾4.5庙的林主委，我们的老大哥啊，这一次首场跟我们台南市爱在台南教育关怀协会举办这一个爱心捐血公益活动啊，也感谢大家今天的热烈的参与。阮母庙有一寡迄个年纪较济啦，所以若办活动较无法度通出面啦。爱讲活动我嘛讲好啊，所以有这个机会，所以今仔是第一次的办这个活动的啦。以前有来是迄个关协会家己来的啦，这第一遍的，真感谢，伊这老朋友真感谢伊甲阮斗3天来办这个活动。活动期间，现场嘛来了真侪贵宾好朋友共同来赞声，有市长王伟哲、立委陈廷辉、林俊宪、市员蔡宗和、前议员蔡宏全。还有真侪来自各县市师主会师兄师姐，拢共同来献爱。带着感谢的心、感恩的心来到4.5庙，我们感谢爱在台南公益教育关怀协会从事的这个捐血，跟4.5庙合作能够号召很多市民朋友们在这个假日风和日丽，其实来做善事、做善心、做善事发善心、做善事，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同时，为了募集到更侪例会。爱在台南教育关怀协会青年团特别发挥创意，伫现场安排了拍珠啊、拔烟钱以及冰淇淋的单位，吸引少年人来关怀。
我其实觉得蛮不错的，因为就是可以吸引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对，然后就是也可以凝聚社区居民的向心力，增加大家的那种捐血的欲望。对啊，我个人是因为平常都一直在固定的捐血，对啊，刚好今天过来这边拜拜，然后就过来刚好就捐血。最近疫情也比较舒缓了啊，刚好国家也很缺血啊，就呼吁着各位青年啊一起捐出你们的热血啊。这次的所有活动都是纯公益啊，就是不收费的情况，就是我们有古早味的香肠，然后弹珠台以及我们的藕冰都是全部免费啊，纯属做公益。爱在台南教育关怀协会理事长吴国珍表示，这场关怀活动是协会甲母庙共同举办的第一场公益活动，希望会当募集到破纪录日会。未来协会也持续举办类似的活动，结合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来做爱心。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将近9档要来台湾的第17世大宝法王，伫疫情解封以后，展开关怀世界行程。伊第一站来到台湾，4月9号嘛伫指定加马加居士展开为期10天的法会。伊法王这摆来，就希望透过宗教的力量来安慰因为疫情所遭来苦楚。伫信众护拥之下，第17世大宝法王。嘉华伽玛巴听列太爷多杰尊者，伫疫情解封了后，展开世界关怀弘法行程。9号来到台南指定的伽玛加居士。在疫情缓和的时代，法王应全球的信徒要求，能够莅临该地，给予宽慰的加持祝福。法王选择台湾作为他全球弘法的第一站，由此可见，他对我们台湾的厚爱与关怀。那么伽玛加居士是法王在台湾的道场法座所在。虽然这一次是先到台北，有了3场的弘法，但他仍然心寄于此，就赶紧在休息1晚之后，回到温暖的台南。伽玛士洛本天津仁波切表示，全球伫经过2-3档疫情，伫各方面拢造成影响。现在疫情解封，希望透过宗教信仰力量抚慰人心。也因为如此，第17世大宝法王这次的全球弘法定位宽慰。这次法王来台，定为宽慰之旅。宽其实有宽恕的意思。慰有安慰之意，那宽恕什么呢？法王曾经说过，台湾是海岛，我们的杀生过于严重，所以他一直希望能够在靠近海的地方有个道场，他能够为台湾的子民来祈福，他也要我们能够尽量的减少杀生。大宝法王是藏传佛教家居派相关活佛，这次来到台湾，除了4月5号一连3天伫台北参加中华藏密伽玛巴协会举办的3场法会以外，4月9号起会一直住伫咧指定的伽玛加居士到18号，期间将会乘坐敬献牲口意庙供，14日会传授释迦行甲金刚萨埵灌顶。18日将为伽玛加居士净洒加持，大宝法王来台，也为地主信众祝福，为台湾祈求经济复苏、社会祥和、两岸和平。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
台南市长黄伟哲甲日本土浦市长安藤正理子日前透过视讯来签署两市友好交流协定，嘛，互土浦成为疫情过后台南市第一个结名的日本友谊城市。伫台湾驻日本代表謝中庭、日本台湾交流協會代表甲日本土浦市議長、副議長等人的見證，台南市長黃偉哲甲土浦市長安藤正理子7號透過視訊正式簽署友好交流協定，雙方結名為友誼城市。市長黃偉哲表示，台南甲土浦伫農業、觀光等等有真濟共同發展的焦點。嘛，期待這個結名，互兩市交流加感情加溫，能夠讓這個土浦市跟台南市能夠有更進一步的文化物產交流，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同時，我們知道土浦市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國家自行車道，而台南也有山海鎮的國家自行車道，我們都很希望說能夠有一個借着自行車借着觀光旅遊，借着物產交流，借着文化交流，來進一步能夠促進我們民間的友誼，這點是我們非常努力也非常樂於看到的。也謝謝土浦市，我們也謝謝駐日代表處謝大使，還有謝謝我們高雄事務所我們古田副所長，我們大家一起努力來促進台灣跟日本的一個這個雙方的民間交流。台南甲土浦兩市的交流，嘛是 COVID-19 疫情過後，台南第一個日本友誼的城市。兩市的市長嘛，佇簽署儀式過後，手提協定，甲對方城市的吉祥物來翕相留念。台南新聞綜合採訪報道。介紹收看4月10號中嘉台南電視新聞，我是郭文杰，咱再會。